骨髓移植殺艾滋世紀絕症現曙光。如果真係嘅話，咁就真係全球3400萬個艾滋病患者嘅佳音啦。美國有2個男人染上艾滋大約30年，早前因為血癌接受骨髓移植手術，為防止佢哋新移植嘅血細胞被 HIV 病毒攻擊，佢哋 keep 住食抗 HIV 藥物。不過醫生發現，竟然係啲新嘅細胞擊退 HIV 病毒。之後2個病人分別停藥15個禮拜同7個禮拜。醫生在抽血化驗，發現佢哋血液裏面嘅 HIV 病毒消失咗，但另有專家就話，病毒可能轉移到腦部、肝或者脾臟匿埋，可能幾個月後復發。所以現階段話佢哋完全好翻晒係言之尚早。醫生就話骨髓移植始終係個複雜、昂貴同高風險嘅手術，但係依家未有有效治療方法嘅情況下，今次嘅案例為治療艾滋病可謂帶嚟新嘅路向啊！